Jab-jabai tusa kadam-daman makaitina na sudebat. Saka tutsua kadam-daman aurita sepuin kainua cemas. Imazai tua Yeremia suratan. Imazai tua 20 katu 5 kayan. Imazai tua itakaran pacu 30 katu warwa karan.耶利米书25章1节到38节。从北方来的敌人，耶西亚的儿子耶雅敬作王统治犹大国的第4年，我从上主领受他要给犹大人民的信息。这是尼布甲尼撒做巴比伦王的第1年，我转告犹大全国人民和耶路撒冷人说，从亚门的儿子耶西亚作王统治犹大国的第13年到今天，一共23年，上主不断地向我说话，我也不断地向你们转告他的话，你们总是不听。上主一再派遣他的仆人先知们向你们传话，你们总是不听也不理会。他们劝你们放弃邪恶的生活，改变罪恶的行为，好使你们得以继续留在上主赐给你们和你们祖先作为永久基业的土地上。他们也劝你们不要敬拜服侍别的神，不要拜你们所造的偶像而激怒上主，他就不会惩罚你们。可是上主说了，你们非但不听，反而用自己所造的偶像激怒他，为自己招来惩罚。因为你们不听从他，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瞧吧，我要征召北方的诸民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土地和所有的居民，也要攻击周围所有的国家。我要消灭他们，使这地和邻国永远荒废，成为令人惊骇唾弃的地方。我上主这样宣布了，我要使他们不再有欢笑，也不再有婚宴喜庆的声音。他们的灯盏没有油，他们的石磨上没有谷物。这片土地要荒废，成为令人恐怖的地方。列国要臣服巴比伦王70年。70年后，我要因巴比伦和他的王所犯的罪惩罚他们。我要消灭这国家，使它永远荒废。我要用我宣布对付列国的灾难来惩罚巴比伦。这些一一记录在这本书里的灾难，我已经吩咐耶利米宣布了。我要照巴比伦人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要被列强和他们的大君王奴役。上帝审判列国，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告诉我，你把我手上盛满烈怒的酒杯交给我，差遣你去的各国，让他们喝。他们喝了以后会东倒西歪，疯狂乱撞，因为我要用战祸对付他们。于是我从上主手上接下这酒杯，把它交给上主差派我去的各国，要他们喝。我给耶路撒冷、犹大各城镇，连同他们的君王和官员都喝这酒，使他们成为别人诋毁、唾弃、诅咒的对象。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以下所列的也都该喝这酒。埃及王、他的官员和首领，所有埃及人和居留在埃及的外侨，乌斯所有的君王，非利士各城，亚实基伦、加萨、以格伦所有的君王和亚实土残存的居民，以东人、摩押人和亚门人，泰尔和西顿所有的君王，地中海一带的君王，底但、提马和布斯各城的人，所有留短头发的民族，阿拉伯所有的君王，沙漠地带各部落的酋长，辛地、以兰和米底亚所有的君王，北方远近所有的君王，地上各国都该喝这酒。
末了巴比伦也要喝这酒。接着上主对我说，你要告诉他们，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他们喝这杯里的酒，让他们喝醉、呕吐、跌倒，再也爬不起来，因为我使他们遭遇战祸。如果他们不肯从你手上接下那一杯，你就告诉他们，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他们非喝这杯不可。我要先毁灭我自己的城，他们还逃得了惩罚吗？他们逃不了的，一定要受惩罚，因为我要用战争消灭地上所有的居民。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宣布了：耶利米啊，你必须把我告诉你的一切话都转告他们。上主要从天上发出震怒，从他神圣的居民所发雷霆。他向他的子民怒吼，向踹葡萄的人发出喊声。他的声音传到天涯海角，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上主要指控列国，他要审判万民，处死作恶的人。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灾难就要来临，从一国到另一国，从地极要兴起一阵大风暴。那一天，从地球的另一头到另一头，到处是被上主击杀的人的尸体，没有人哀悼他们，也没有人收敛埋葬他们。他们要像肥料堆在地面。人民的领袖们啊，我子民的牧者们啊，你们要号跳大哭，在尘土中打滚哀伤。你们被毒杀的时候快到了，你们要像公羊被宰，连一个也逃不了。你们要号跳大哭，因为上主在烈怒下消灭了你们的国家，使你们安逸的国土成为废墟。上主离弃他的子民，像狮子离开洞穴。战争的恐怖和上主的烈怒使这国家变成荒野。是那样，都出阿西尼阿波罗开马这一段地罗格兰，从亚门的儿子耶西亚做王，统治犹大国的第13年到今天，一共23年。上主不断地向我说话，我也不断地向你们转告他的话，你们总是不听。耶利米书25章3节。都从阿们的们哈西尼布巴达湾，上主烈怒的悲。一个人犯错之后，若在别人指正后能明白并改正错误，是最好的事。但偏偏有许多人犯了错，却打死也不承认，即使错误已经摆在眼前，任凭旁人怎么样苦劝，甚至警告，他们也绝不低头认错。其实能够坦诚自己错误，接受指正并改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是让自己得以成长蜕变的必经之途。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长久对上主不忠，他们所犯的错误并非无心之过，而是明知故犯。即使上主一再差派先知对他们传讲悔改的信息，他们依然死不改过，还一厢情愿地认为上主虽然会责备管教他们，却不至于使他们的国家败亡。耶西亚作王统治犹大国的第13年，耶利米受上主呼召做先知，直到耶雅敬王第4年。23年间，不断向犹大百姓传达从上主而来的信息。这期间，不乏其他先知向百姓说话，但他们总是不听，不肯放弃邪恶的生活和犯罪的行为，仍继续拜偶像，
服侍其他神明。他们与上主的关系已经破裂到无法修补的地步，因此上主决定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击犹大和周围所有国家。他对犹大国的审判就是要臣服巴比伦70年，而所有被审判的国家将从上主手中接下盛满烈怒的酒杯，那些国家都要因战祸而倾倒。然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不过是上主用来审判他百姓的执行者，并不代表巴比伦能随意欺压他国。最终他要因自己的罪被惩罚，被其他大国征服。由此可知，上主并不偏待人，他的审判是一致的，更是公义的。上主透过耶利米传讲审判的信息，并非要恐吓他的百姓，而是要他们悔改归向他。无奈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对上主的话充耳不闻，最终为自己招来惩罚。南国犹大的灭亡并不是上主没有能力保守他们，而是出于上主的旨意。犹大人漠视上主的旨意，无论先知如何对他们传讲，他们总是听不进去。他们的内心没有上主，把先知的呼吁和警告当作耳边风，以致上主要借着外强强迫的强烈方式，才能使他们回转，不再行恶。当我们个人或信仰群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被提醒要停止不该有的恶习时，也应立即悔改，以免招来上主严厉的管教。上主对不公义的事绝不会坐视不管，在上主的烈怒下，没有人能逃避他公义的审判，侥幸的过安逸的生活。读出大家们，阿西尼布巴阿西尼巴基你们讲间，在我的生命中是否有难改的恶习？当我犯错时，是死不认错，还是愿意承认错误并改正？Sina tu soka zaman-zaman aurita ki galuina kinum latina nagamalu kinum ay kanapa samarau ka inuli。慈爱且公义的上主，求你使我有审查自己的能力与悔改的行动。求圣灵带领我，使我的生命在基督里的更新，在生活中能言行一致，成为蒙恩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Mali-mali tu so kadam-daman, maka tinami selang, sumupu kilaroy to kainwa samas, latinana kemelang to mana sini pada dekat no tiakama samas. Uwi cara pasal tina cau-cau, cara sesufuntin to tia parutan, lakwa no kemelang tina. Kiumal, saja kemelang kipasusu to kainwa samas, Izua tia si maumalan tua tia si patsunan tua tia kiuma di tia yau nuna kiuma langatin penasetian tinang sakamaya kiumal ini angka tina vaika mi maurawan tia yau tisaru sakamaya tua mana sini pasamara-marau no tia semas vaika ngarmain tua tia vinarungan sakala tina nakamelan aichua tia kini kacawan amin na kisah susu tua mana kainua semas Amin nakiparain tu aja kama semas manaru izu aja mavana aja kine bandan nikatsawan amana inatinu aja semas sakatijen na koyatina na semaneka tu aja kama semas kisah mulai sakamaya kisah selang tu amana sini pada dekat sini para luai nu semas janutim manaru makayatina na sejajarah na para raut tua kama semas ayakana pasamarau sakamali-mali para makanu izo ini kana melunga ko sinupuan lamun na pazikatanga sanukila raina sumupu amumal ayakana pasamarau sakamali-mali mali-mali latinana suleva tu saja kini adawan taja ping an